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欢迎下面导数台头先就来报现在。有一位菲律宾移工入境经过14天检疫出来，甲朋友去吃火锅，落尾却检出病毒，目前追踪接触者要加查某移工罚钱。有甲本土个案接触过的人，经过采检了后，170位拢是阴性，还有3位伫咧等待检验结果。国民党为着要阻碍3百张行政命令表决，本地要收伫立法院，却因为无事先申请活动，予伊计划改做是线顶活动。有一位对菲律宾来的查某移工，顶个月底入境了后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不过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的头1天，就甲9位朋友做伙吃火锅，而且一吃就吃点半钟起啊。后来家己开机去快点，却检出武汉肺炎的反应，卫生局是要求火锅店就要消毒，相关的接触者要追踪。这位查某移工也罚款1万块。食饭的时间，10个人坐一道伫食火锅，大概是有讲有笑。不过其中穿着感觉色顶衫、长头毛的这个菲律宾籍女子，火锅食完了后自费采检，才发现家己确诊，真做高雄头一个自主健康管理采检确诊的案例。采检的状况是一个确诊的状况，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他已经违规的那进到这个公共场所，而且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没有戴上口罩，那因此予以裁罚新台币1万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证实，这个20多岁菲律宾籍女性，顶个月26来台湾工作，持有登记进前3天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入境了后到防疫旅馆进行14天检疫，期间完全无症状。而这个月11检疫期满，开始自主健康管理头1天，到病院自费采检，则是确诊。不过卫生单位伫调查发现，伊伫自费采检迄天，新加9个朋友大概斗阵食火锅1点半钟。近2周的一个资料那也发现到有部分的一个民众是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那检验确诊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卫生局表示，火锅店拢已经消毒啊。对着自主健康管理期间4个走去食火锅的这查某人，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罚1万块。也伫线内圣诞节甲跨年这大型活动，由李干事甲警察局敲电话关心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并且呼吁民众出外时阵一定爱挂嘴安，爱注意防护。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伫昨公布染着武汉肺炎的纽西兰技师有去过3个所在行大过。不过在今仔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伊伫 Facebook 顶头公布一张更较详细活动地点，就让伫咧质疑讲疫情指挥中心哪会干那公布3个地点尔咧？指挥官陈时中也不会讲，公布的规则是袂当掌握的才来公开，也若敢有违规涉大情形，会交予政府单位做调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2日公布，纽西兰籍技师第765日活动卡车42月初8，要去成功3月台北天宝店79，关东所过台北天宝店11到好事多桃园南崁店，按过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出题并且抛出更加完整的疫调卡车内容，怀疑指挥中心公布内容不完整。可以掌握的我们就不公开了不能够掌握的或接触比较广泛非特定的人那我们也只好公开，是不是有相关的违规或者是有泄露？我们现在请政风在调查。针对地点不做回应了，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是中央请我们有需要做清消的或者是调查的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为台北市议员徐卡心面册内底第765日卡车图更较详细，寄出12月初9行程。要去兄弟饭店停车，随去日本交流协会，搁去有名冰淇淋店莫凡比食饭。12月9号的下午大约2点多到3点之间，那在我们店里面使用下午茶大约1小时。点入名餐厅也主动回应，证实第765日有去。另外12月初10，加出伫台北车站停车场停车，搁去所过天宝店、鼎泰丰食饭，加讲11，搁去好事多桃园南崁店。代替接到消息了后，伫自动买票机、电扶梯的扶手、便所这公共区域，加强消毒做防护。原本从1天6次，那从昨天开始，我们收到指令以后，我们增加为每个小时1次，来用2氧化氯来加强这个消毒。
指挥中心无愿提供暗晡点着名店家机构拢有主动回应，后出都宣布伫人垦店食饭的桌啊、甲椅啊减半9大距离，暂停试食。中型航空也针对无守防疫规范起为着，隔离治疗国际机师以电话连线开纪律委员会做处罚，佮向第一线防疫人员全体社会大众会失礼。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纽西兰技术去染到武汉肺炎，这也显示到航空公司对飞机顶头甲入境了后机组人员的防疫管控出现问题。疫情指挥中心早起有嘉宾航局，也佫有3间国内航空业者做伙开会，要求因这礼拜内就要提出强化航空检疫措施，也会根据法律来做根据，而且这回违规的中型航空也就要受到处罚。另外，本土个案的接触者经过采检了后，大部分的人拢是阴性的，也佫有3位伫咧等待检疫结果。国内新冠肺炎佫出现本土病例，为避免疫情扩开，疫情指挥中心扩大列出本土病例第771例接触者173人，佫做采检，接触者大部分是公司同事，目前170人，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佫3人检验中，其中4人有症状，第一摆采检也是阴性。接触者。应该是说，除了有人是占少数3个之外，其他都是他同公司的人哦。所以173个人，有170个都是同一个公司。771例是765例纽西兰技术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的接触者，也显示国际航空防疫管理上的空棚。指挥中心已经甲民航局甲3间国际航空业者开会，要求外站甲机舱内加严管理。这礼拜爱提出强化航空检疫措施，也找找法官对这摆违规的中型航空处罚。航空公司必然要提出一个就是可以落实而且可以监督的方式。那在没有落实或者监督不善，那我们必然一定要处分航空公司，因为它是安内一个基础嘛。那这基础没有做好，那责任要他们担起来。另外，国内佫新增加6例境外移植病例，分别为菲律宾甲印尼入境，各有3例，其中5人是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全台确诊人数有776例，确诊个案当中7人死亡，635人解除隔离，也有134人住院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着咱台湾出现本土病例，总统蔡英文下晡也表示讲，大家拢真关心疫情的发展，而且大家唔通惊吓。若准备参加大型活动，一定要遵照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伫厝里休困也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包括全程戴口罩，以及除了补充水分外，禁止饮食等规定。办理活动的县市政府也请务必要落实各项的防疫措施。那当然，如果你要趁着休假在家好好休息一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总统蔡英文伫最后要提醒民众，除了做好个人的防疫外，针对各种来路不明的疫情消息，一定要爱查证，千万唔通乱讲乱传，安尼就是散播假消息。指挥中心也提供上届正确资讯给咱的民众。谢谢大家，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像。讲到咱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不过目前各地头的新年庆祝晚会，拢是照本地规划伫咧行。台北市是规定民众一定爱挂嘴罨，桃园地区是袂当食物件。不过，敢真正照常来举办咧，一切就爱看疫情变化，且要去参加的民众就爱特别注意。台湾佫出现本土病例，各地跨年晚会是毋是如期举行，引起关心。每年拢真侪人的台北市跨年晚会，市长郭文铁表示，即阵按照要办的原则准备，新北市的办理跨年宴会晚会、元旦升旗典礼，也看疫情发展，随时来检讨。所以，比如说跨年晚会要不要办？答案是按照要办的去准备，但是我可能前几天就跟你讲，我不办。我每天都会紧盯疫情的变化，该取消该停就停，该转变缩小规模就转变缩小规模。郭文铁表示，即阵的规划是，若台北市一礼拜出现15例确诊就停办，该线顶直播。台北市府也表示，民众必须爱量体温、挂喙罨，并且最好实验者，才法度入去舞台周围的管制区。区内无挂喙罨、可能不爱听会罚大票3000块。另外，五月天演唱会要在桃园棒球场举办，要跨年晚会、元旦建设这4项活动。桃园市长陈文灿讲，即阵正常办理，不过晚会取消美食区强制挂喙罨。要求每一个主办单位都必须提出这个防疫计划书，包括
10连制，好，包括强制戴口罩，好，包括这个禁止饮食，好，这些规划都必须要落实。桃园市卫生局表示，跨年暗会若受隔离检疫，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到场一定要罚100万，疫情若上升，也可能取消。台南跨年有韩国的校园加持，台东是有天后阿妹陪伴，民众若是烦恼看袂到。台南市长黄伟铁讲，备案也是使举办线顶演唱会，阿妹演唱会观众区是禁止剃掉喙暗，另外设饮食专区。如果说将来疫情严峻的话，台下是没有人的，我们还是可以举办线上的演唱会。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有这个备案来加强宣导，就是除了饮水外，避免使用饮食。那其实我们在整个活动的场地上也有做那个用餐区的规划。而高雄跨年活动，市长陈其迈表示，也无到社区团部阶段，高雄市府会升级防疫作为，让跨年活动平安进行。另外，总统府举行的元旦升旗典礼照常举行，不过提醒民众遵照指挥中心的5大防疫立场指引，包含挂喙暗、较早到场、实联制、按外线测体温加过安检。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陆军航特部空降训练中心的学员，伫滨江潮州空降场实行基本的跳伞训练，对半空中跳出去了后，却出现故障。好在在这位细老的士官有甲右边的降落伞拍开，落尾是平安无代志。快速解脱器大约在我们肩膀这两处，它是疑似右侧的快速解脱器异常，然后导致脱落，等于是失去重心跟平衡。这位细老的中士伫咧飞行机顶头跳出去了后，行政的解脱器却熊出现故障，好在在有甲右边的降落伞拍开。也因为这个训练爱跳5摆才会当通过，这回是第5摆，正前4届拢是合格。面对着这回的危机，也是靠脑力脱险，也代表讲讨检有通过，摕到证书啊。讲到劳动基金的备案，检方前几日也是发动第4批搜索，甲统一投信的副总阙志昌等人，拢总有4个人，请来询问了后，全部是声押禁见。台北地方法院昨是裁定4个人交保，毋过限制因的行动。面对着这回备案，敢后来会有后劲，投信业者来列出事端呢？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讲，会加强管控制度。你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吗？有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检察发现统一投信资深副总经理阙志昌报案案先被镜头，不管被问到什么问题，都是唔回答，头咧咧赶紧离开。有没有要说明一下？出来要告涉案的2名经理人加1名研究员，检联进行侦办，劳动基金备案发动第4摆搜查，先押统一投信副总阙志昌等4人，按过台北地院礼拜日暗时裁定，阙志昌250万交保，剩的3人以200万、80万加30万交保，限制出境加自机，因进前捌3度手机记录，法官认为有交传的可能，特别要求因伫案件定结进前免甲其他人讨论案情，也引起讨论。本案的侦办的进度、犯案手法跟买卖的股数所生的损害的金额等，先走这些各种个案的情节之后，比例性的原则之下，认为说，如果是以足额的拒保，还有加上其他的手段性，就可以替代这个所谓羁押的处分。劳动基金采购案深受下一间大抄，投信业者的加入备案，金管会主委王天宝早起伫法院表示，唔敢确定。这件事情有没有下一家？目前我不敢确认啊，不敢确认。对，但是非常有可能。我不敢确认，但是我跟委员报告，去年我们就有去专案检查全委的投信。就你劳动部发生这么重要的弊案，到现在不愿意启动行政调查，不仅起人疑窦，你们到底在怕什么？我已经说明很清楚，这个案子我不是没有行政调查，我一开始针对游园被检举的时候，我已经调查，但没有其他的人有涉案。柯明春被调为质疑，真济摆以司法调查做借口，无启动后续行政调查。伊反驳，有赖文行为是个案，不应该目前对其他同事调查。司法调查报告告一段落了，对纠正，未来也加强控管制度，避免同款的案件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中进前发生汉药内面去放掺重金属盐，害着一寡病人。虽然讲这寡中医诊所的负责人已经去互检方起诉啊，不过受害者认为讲这款掺重金属的行为对因身体伤害是真大，也认为讲负责人根本不是真心悔改的。受害者也希望讲这罪行就要判予伊当才对。讲起家己的病况，前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主委陈明进家后情绪激动，因为食性动的中药致死严重毒，那手指头无法度存伫，生活无法度处理，经过诊断是神经永久伤害。我真的是很想掐死他，他逼着一个先生端毒药来喂太太，病患不是只有1个2个，是30几个，你让我们所有家庭里面的关系都产生了变化。为了抗癌，食中药却致死严重毒，互翁婿真自责。陈明进讲，家后当医5个月，目前也有后遗症，无法度接受卢世平成为专业诊师，却违法使用含盐的中药材。即马卢世平已经交保交打，无互受害者交代，表示将提高重伤害。台中市议员刘安栋的父亲，台中市前市长张丰田也是被害人之一，交打病况也是真严重。我爸现在躺在那边，我讲一句难听的啦，我爸跟植物人没什么差别啦。现在躺在那边啦，在做复健，他生活无法自理啦。台中市卫生局统计，到达有40人受害，其中姓董28人，救护12人。台中地检署伫12月初已经照违反药事法起诉。另外，中医顶界委员会的结果，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将由顶界委员决定。那为了厘清是否有涉及其他应依附惩戒的一个款项，卫生局呢依行政程序法要求吕医师以及洪医师在今年的12月30号前要提出陈述意见。那后续会将相关的资料再移送医惩会。台中市卫生局指出，诊所监视会当复业，将严格审查加抽检。另外，团体诉讼的部分，台中市法制局表示，目前诊所有29人，将协调消基会进行民事的后手求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的核负载又发生火灾，而且伫咧拍火过程当中，佫爆炸佫落解。消防队的指挥官为着安全设想，发出2解，要消防人员暂时离开火灾现场。而且核负载又根本无老实通报内面的危险物品数量，桃园市政府也拍算讲要甲因冻发。核负载药大火造成1死1伤，影响其他4间工厂。救灾进入第4天，23完成暂火处理。救灾过程中，几下摆传出爆炸。基于安全考虑，现场消防指挥官2度行使退避权，下令撤离。第2天呢，中午的时候啊，又第2次发生爆炸。那昨天下午啊，检视以后啊，发现场内啊还有375公克的这个金属钠，就是还有2吨半。市长郑文灿一透早主持市政会议，表示核负有所稳定。手内放金属钠申报数量200公斤，却放1050公斤，以违反危险物品管理法，将当裁罚10万块。另外，提供消防员资讯不实，消防法相关罚60万。隐匿不实或者是危险物品超量，这个都会带来救灾的风险，带来职场的风险。我想旭富公司在这方面是明确的违法。检察官也到场勘查，进一步确认导火点，厘清危险物敢有依规定放，安全管控经费疏失，调过失致死、甲公共危险等罪嫌侦办。也阁有基于风险管理原则，市长郑文灿也要求各局处针对桃园列管或700间有化学物品的工厂进行申报种类、甲数量分配清查。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头啊，高雄凤山的经武路，大约是凤山分局头前大条自来水管破去，水是一直喷出来。自来水公司透明抢修，也是找无破去的所在。目前是先减少水压，找漏水所在，才来决定讲当时要停水补破坑。落盐水车一台一台过，水拢喷起来。落盐水唔是因为落雨，是因为自来水管的排水开关歹去。水一直自地下冒出来，今年南部欠水，怎么所有这么多自来水被浪费掉？附近的店铺水当经无法度做生意。现在还有一些洗手的啦，干嘛的都没办法。那个没有下雨啊，然后没办法啊。可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啦。早上来也有一点，现在是完全没有。
非常困扰，这样还不困扰吗？高雄市洪山经埔路洪山分局头前，2暗6点外有自来水管破去，因为这条路是要去鸟前区的主要道路，上下班的时阵车真多，民代接到保安赶到现场，除了通知自来水公司赶紧处理，也录影片提醒用路人爱注意。从埋设下去到现在已经30年了，第一次这样的状况，我想未来期待不要再看到这样的状况。经过我们判断，觉得它这个漏水的情况，还是在可控制的情况之下。我们为了避免民众马上没有水可用的情况，所以我们先用压降来处理。自来水公司讲，自2暗开始就开始抢修。虽然水资源真宝贵，但过考虑到用水的尖峰时刻，为了维护附近49个里85000千户无水通经，会先采取减化降水，等找到漏的所在甲破解的原因，结果再停水抢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期先咱继续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英国出现更加高胃病武汉肺炎变种病毒了后，超过40个国家限制民众对英国入境。不过欧盟却支持呼吁讲，相关国就爱取消禁令，避免供应链受到影响。法国也同意恢复两国之间的交通运输，也允准讲3天以内检验阴性的这的民众呢，若准是回关国民众，就会当对英国入去法国去啊。樱花海地崩空，英国这边的多佛港边，日暗时出现几百名示威者，抗议法国边境封锁，真侪汽车徛伫遐袂顶袂动。司机跋倒等于厝的季节，现场拢是喊骂声，雄雄的长行孤立，互英国在耶诞节进前面临民生医药这基本物资欠缺。欧盟日呼吁成员国解除禁令，避免供应链中断，减少贸易的冲击。不过决定权也是在各国手上。英国政府赶紧甲法国参详。将确定48小时禁令结束了后，2、3、5夜开始恢复运输。法国甲其他欧盟公民3天内核酸检测是阴性的人，应对英国入境法国回乡。不过英国人袂用出境。What we've agreed is that the border can open with tests for everybody leaving the country. That means that you must have had a test within the last 3 days, and of course it's got to be a test which is certified as well. It's going to enable French citizens primarily to return. 即摆造成各国惊吓，对英国封关自保的 B.1.17 变种新冠病毒株感染率增加7成。现有疫苗迅速度有效防卫，每一间药厂拢伫测试。首先得到批准采用 mRNA 迅速血糖核酸技术的辉瑞 BNT 疫苗，预计2礼拜内会得到结果。And this variant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 has 9 mutations, not only single mutations. And we don't know at the moment if our vaccine is also able to provide protection against this new variant. But scientifically,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the immune response by this vaccine also can deal with the new virus variants. That's one of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mRNA. It is really good for a pandemic. We can change the vaccine and have a new vaccine ready for discussion with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6 weeks. BNT 执行长沙星表示，新冠病毒上千个氨基酸内底9个出现变异，表示99%两倍质无改变，所以原有疫苗尽有可能达到防护的作用。路透社报道，至少4间药厂拢伫进行相关的测试，预计几礼拜内会知影防护的效果。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虽然讲无啥人伫咧南极大陆今日宣布讲，遐有人去染着武汉肺炎，第二官方也讲已经有36个人确诊。若讲到疫情当咧滚假的巴西圣保罗州宣布，圣诞假期加新年这个期间呢，会有关因的防疫急速。疫情侵袭全球将近1年，人真少的南极洲原本是全球唯一零确诊的大陆，不过这阵这片净土已经沦陷。第二军方在2日证实，所管辖的南极基地传出疫情，36人确诊。Permitió constatar que 36 hombres resultaron ser positivos para COVID-19, de los cuales 26 corresponden a efectivos del ejército y 10 son civiles de una empresa contratista que se encontraba realizando trabajos de mantenimiento programados en la base Antártica。军方指出，这种患者已经对基地撤离，回来第2进行隔离。对1948年就成立的研究站，疫情爆发以来就团队撤离。若是这回因为确诊而关起来，恐惊影响科学研究工作。不过到底为安怎甲世界隔绝的南极会爆发互相相互感染？第二官方也伫咧调查这个源头。
离死亡的人数是全球第2，其中圣保罗州疫情上严重。当局日里宣布，要伫圣诞节甲新年期间提悬防疫做法，除了大众运输、超市甲邮局以及民生必须要相关服务营业以外，其他拢必须要停止运作。Não estamos em um momento de aglomerações, não estamos em um momento de festas. Precisamos sim do esforço de todos e de todas para que a gente continue juntos nessa luta contra a pandemia. 圣保罗疫苗研究所甲中国北京科兴公司合作研发疫苗传出临床试验效果在5成以上，这表示监管单位应批准疫苗使用。另外，政府也有意向其他药厂加买3亿5千万剂疫苗。只是这个巴西疫苗注射计划，因为政治的内斗一直拢无定论。原本反对注射疫苗的巴西总统政策出现改变，可能会采取免费注射，不过未强迫为原则。 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นำแรงงานเถื่อนเข้าประเทศนั้นจะต้องถูกดำเนินคดีถูกทำลายให้สิ้นซาก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ทั้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รัฐหรื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 泰国新冠肺炎疫情佫上升，邦国西南部两岸市府一个海鲜市场出现互相烧的感染，到日里接受病毒检测的6000多人内底，有超过1000人是阳性反应。疫情已经向周边的城市拓开，有新增加的病例大部分是来自缅甸的非法劳工。即阵下令要彻查揪出地下的中介。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讲到迄位染病的中英航空外国机师，出勤的时阵直直咧扫，如果唔挂嘴暗，甚至暗藏事实，无要讲甲啥人接触过，也因为这款行为害到本土病例，大家拢是真无闲。民航局长也有甲航空公司开会，认为机组人员拢无伫要紧防疫管理，指挥中心也有甲民航局也个业者，因要做回来定一个更加严格防疫管制措施，违反者航空公司也就要受处罚。 任职中英航空的纽西兰籍技师，确诊面对疫调也有问题。和台湾本土个案佫出现交通部要求民航局监管航空业者爱专业配合指挥中心。未来若讲航空公司有监管空旁将追究责任，也不排除要用包括函数航班等处分。有一些呢，就是机组人员没有遵行啊，所以这个部分会参考我们在社区的一些管控的措施啊，希望能够确保。 这些机组人员能够落实这些健康管控的措施那这个航空公司也在检讨相关的这些处罚汤市技师职业工会证实，这摆确诊的外籍技师伫执勤时确实有受症状，佫无挂喙暗事后，工会组员虽然写报告通报公司，也毋过不幸已经被传染。技术工会呼吁组员万一拄到无挂喙暗的组员，除了口头口抗，也爱随通报公司继续执勤。工部也爱通报疾管署，将航空公司技术分析。 当天飞机驾驶舱空间的休困层也是当这用，若是确诊者也咧执勤，传播风险非常的高。 虽然有床单那些可以让你换，但是你的被子、枕头事实上没有坏。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它里面很暗。如果说有人觉得不舒服，他不戴口罩的话，事实上是有很大的机会传给另外一个人。 依照指挥中心颁布的机组员防疫规范，机组员出勤前拢爱量体温、加写自主健康声明，检疫期间袂当外出。民航局讲，即马显然自律出现问题，未来将要求航空公司介入监管机组员伫外站的防疫情况。 是不是应该要更去严格去说这个自主管理的部分，不是讲家己添单添添的，对不对？哈，了解。好，鲍伟，这个自主管理是机师很重要的要求。是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他没有在这样做啊。航空公司如果没有盯紧，第一个他会面对6到100万的罚则，第二个我们会不。但是你要去查核，我要说的是你要去查核。了解，我们有资料。 根据统计，自今年3月到即马，航空公司机组员已经发生过24件违反检疫相关规定的案件。指挥中心表示，即马机组员伫机舱内甲外站管理上太加强，将要求民航局甲航空业者这礼拜来研究安怎强化，佮定出明确法则。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所认为讲感染源真清楚，所以新年活动会当照常举办。不过，有专家烦恼讲个案发病了后，捌伫社区内面爬走，疫情敢会搁再逼出来？未来2礼拜就是观察期啊。
国内计253天，佫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甲各县市首长视讯会议，决定照常举行跨年活动。不过有专家烦恼，本土病例771例是765例纽西兰技师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接触的朋友。2个人是百货公司大卖场顶地拍照，而且771例拖到12月2日才确诊。不排除病毒已经进入社区，未来2礼拜是观察期。发病前7天呢，病毒量都相当高，所以他自己又没有自觉他是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所以他还是照常的跟他的朋友同事接触。那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可能把这个病传出去的。专家表示，新冠肺炎有轻症、重症，甚至是无症状。跨年活动不是袂当办，也毋过需要确保参加者拢会当确实遵守防疫规定。针对最近英国发现新变种病毒株，传染率达到70%，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指出，变种新病毒确实会加速传播。大部分是在60岁以下的民众啊，那这个比较少看到在老人哦。那这些变种新病毒其实它在这个基因序列定位方面，我们是发现这个它有14组氨基酸产生突变，3处为这个删除方面的突变，会改变病毒传播的速率。陈秀熙认为，英国在采取高度警戒的情况之下，会当将离出境管制措施的资料甲各国分享，才会当避免造成英国大流行，甚至是第3波的世界大流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300种猪肉9项行政命令，明仔载伫立法院就要进行表决咯。国民党本地是要利用伫立法院外口静坐方式反制，所以去互卫福部讲，大型活动就要事先提报防疫计划。国民党的暗会甲游行虽然临时划停，改做是网络直播。面对着那也立委批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开放300种的猪肉，这个影响拢是正面的，希望民进党立委明仔载全部拢投同意票。立法院外口落着78号，一共有100多位民众穿着反内地的标语声援抗议。国民党在23暗时在立法院军宪楼外口举办反内地最后暗顿，人行道顶面采满规排的布棚，准备静坐酒暝到天光。原本有定暗会要食卤肉饭，无内地猪肉暗顿，不过指挥中心宣布防疫升级。卫福部处长赵仲良也要求举办大型活动必须提报防疫计划予北市府，而且不用掩饰。主办单位都必须提报防疫计划，那么避免有防疫的缺口。惊防疫出现破空，国民党下晡赶紧改变，临时宣布取消暗会、饮食区甲动员群众这活动。24的立法院也取消，干那保留立委暗时静坐酒暝，现场严格要求挂嘴暗、心也制，加这人数控制在500人以下。原定今晚的守护食安之夜，我们将取消实体集会，保留立委静坐，继续为食安守夜。我们还会更严格的要求实名制啦，即使500人下了，好，虽然不是大型活动了啊，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啦。第4立法院对9项开放内地行政命令上演表决大战，国民党也甲战场对场外友会议场来攻防，话讲要全程记名表决，要求所有立委清楚表态。面对在野党轮流批评进口内地引发政治的风波。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认为，开放内地影响拢是正面的，对台湾猪的销量有帮助，也希望民进党立委应全数投下同意的票。据说林淑芬、钟嘉宾、刘建国这3个人被列入黑名单。那理论上其实还是要让这9个行政命令，还是希望可以。民进党呢，其实也做了相当的准备，想要在明天向国人清楚的再一次报告，争取大家的支持。第4立法院加开议会处理内地进口相关9项行政命令，包含动物用药残留标准甲食安法、学校卫生法修正草案。国民党也发话，明年1月要来拼反内地公投第1阶段50万份连署。记者综合报道。对明年开始就要进口美国的300种猪肉咯。教育部长潘文忠伫今仔宣布讲，全台湾3300多间的国中小全部拢换契约，未来囡仔的营养午餐一定拢爱用台湾的肉品。厂商若准有造假抹骗的行为，上当会当停止契约。另外，政府也要提出20亿的补助来推动学校使用台湾的食材。
校长一向开始吸饭菜，学生伫午餐时间大喙食，毋过因为美国来滴明年特别进口，中央发函予各中小学，要求营养午餐一律使用国产肉。11月也修订原本的相关规定，全面使用国产肉之外，强调若讲有染也是假造，供会不实，相当会当终止契约。换约的这个过程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全国3368校将近180万学童的用餐可以用到余力都用到全国优良的我们国产的优良的肉品。教育部也伫校园实在登录平台，新增关了关山地的烂尾，要求全国各中小学的厨房甲团膳较实写，包括肉类、卵、加工在制品的肉品原料来源，这也实在源头。也毋过，真正有业者烦恼使用国产肉品，恐加增加成本。对此，政府采用补助措施，有去增加它的补助的一个金额由原本的3.5的奖励金提升到6元的奖励金，是这部分去让我们在业者使用国产食材，其实更加有资源可以去使用。原来教育部甲农委会合作，自110年开始，到当年20亿的经费推动学校使用国产食材，也保证予所有的小朋友伫校园食到的猪肉绝对拢是国产猪，确保学童会当食得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台湾欠水，新德县的柑仔产量也减少5成以上。农委会决定要补助五味、宝山、德东甲北埔损害率有超过20%的民众，但好领到每公顷75000块的补助金。为远方看过去，原底应该生在树仔顶的柑仔，即马落落嚟涂骹，今年受可旱影响，新德县的柑仔产量减5成以上，真侪农民看了心肝有够痛。原本1甲多大概可以收成3-4万斤，今年大概不到5000斤，很严重啊！橘子都死掉很多啊，橘子树以前都是绿的嘛现在变黄掉啊，叶枯掉啊，所以蛮严重的，而且就是为了干旱，橘子长不起来，而且落果落很多。我们过去的果实比较大颗饱满过年过节大家都要来买来送礼拜拜的那因为今年大颗缺水的关系我们少量非常多将近大概只剩到2-3成而已。新德县峨眉乡柑仔种植有600多公顷，产量占全国45%。今年受天气影响，产量大减。为了要减少损失，农委会讲，只要损失超过20%，每公顷会使领75000的补助。在12月28号以前，农民都可以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跟农会的存簿，土地的誊本，那可以到公所来申请灾害的救助。那1公顷干旱的救助是75000块。虽然讲有补助会使领，不过比较之下，农民更加希望天公伯会使加落1撮雨，让因的收成恢复正常。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台湾的农村拢有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为着要把这寡欠点补起来，智慧农业变作是未来趋势。伫彰化着大学甲产业界培训35位学生，摕到无人机的操作证照。学者表示讲，透过无人机除药会当省10倍以上的人工。将药剂管理容器设定了后，无人机起飞，随着遥控指令伫贩卖餐顶飞。只要来回飞几转，10多分钟就会当完成贩卖田喷药作业。虽然操作者只是大学4年的学生，不过已经摕到无人机操作专业证照，未来将导入智慧农业的职场。像这里的农地起飞点比较好起飞，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比较不好起飞的部分，就要去注意的。所以每个农田的地方不一样，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操作方式。国内农业已经面临人口老化加青壮年外移问题，欠工状况哪来哪严重，也安尼智慧农业变成发展的趋势。其中无人机的应用渐渐要导入农业生产。明道大学也甲产业界合作，第一期培训35位在校学生，取得专业操作证照。在农喷在田间管理的过程，同时收集了这一块田区的大数据，回到基地之后，我们也可以进行分析，让农民了解你的作物在田区中实际生长的状况。那我们就会把水肥料节省下来，但是我作物的，它的生长状况还是很好，我们还是能够达到我们要的那个产出的效益。
明道大学表示，以同款的时间来看，使用无人机会当省10倍电力，同时也省时间甲成本。目前伫国内进行大品作业的专业杯手只有400人左右，人力需求也提悬。吴丰农气所表示，除了空中喷药甲施肥，也会当透过收集大数据，互农业跳出传统耕作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来到台湾的新住民和因的后一代，伫台湾的总人口已经超过100万人咯。民间团体连续4年拢举办10大新住民身份票选，今年的前10名有一半拢是甲教育文化有关系。民间团体也表示讲，台湾对新住民的融合、文化尊重是未来趋势。以港电的聚会场所台北车站大厅，伫疫情的情况下，捌禁止坐伫涂骹。伫国内大解封了后，佫重新对外开放，并且用无同的国家语文写出美笑的字样。这是民间团体票选出来的2020年10大新住民新闻之一。另外包括着教育部简化新住民学历认证程序，移民署开放外国籍同性伴侣注记。台湾出现头一位新住民准校长。另外，滞留伫中国的小明回家之路，拢排上10大新闻排行榜。为越南来台湾工作8年，伫社会福利团体服务的黄世晶，原来有参加这届新闻票选。从早期更多的限制，那现在慢慢的看见的改变。那民间团体在台湾的各个团体都在一起共同携手来协助新住民，让这个熟悉的适应期呢过去，这个困难过去了。主办单位表示，新住民甲新二代伫台湾的人口持续成长，突破100万，对台湾社会有影响力。这届10大新闻中的文化教育都占一半，凸显未来文化尊重将是基本的趋势。实际观察，过去社会对新住民出现轻视的字句，确实有改善。我想是有慢慢进步了，因为过去啊，有曾经说。啊，你回到你的国家去了，应该是大家对他们应该更包容，让他们能够更感受到，然后更容易融入这个社会。民间团体也建议，随着人口增加，政府对新住民的就业辅导应该要更加积极。或者是呼吁新住民伫台湾的未来关系到台湾发展，政府应该设立中长程的政策目标，规划更加友善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中的学习历程档案，每一个档案若准备上传，拢有限制档案的大小。真侪学生认为讲，安尼影响到因的品质。教育部近日放领到文件档会当到4MB，影音档会当到10MB。另外，学习成果的上传时间也延长到学期结束的2礼拜内。用学校电脑连台北库克云詹淑婷订一个人学习历程档案，因为已经是高二，档案内底有高一的时阵老师认证的学习成果，甲自身证照等多元表现。不过伊表示，上传文件2 MB 也因5 MB影响完整度。我们放入图片的话，往往要经过压缩，但压缩以后可能还是没办法到有效，就是他们限制的那个标准。教育部总算宣布，放领每一件容量上限文件档4 MB， 包含15张多文资料，也延档10 MB 用60分钟的 MP3 音档。上传期限也延长到休业结束了后2礼拜。学生讲，更较能展现真实的成果。比起1年的时阵，即马更较能知影上传的内容要强调的重点是啥物。我自己觉得，对于写数学、写这些东西，如果我只是写心得。好像他或许可以看出我的确对这个方面有兴趣，但是如果只是单看我心得，好像也不能干嘛。现在学习历程，它除了每一个学期要进行切割，你没有办法上传之前没有办法回溯之外，而且现在加入了包括影音或者是文字、声音等等的资料，那再加上面试的佐证，这样其实教授更容易去确定说小朋友到底是不是自己做的。高中老师讲，学习历程档案要呈现学习过程甲动机，就算只是片面或者是失败，拢是成果。108课纲第2年，上传容量甲时长的调整，爱靠学校引导学生向无同款面向发展有兴趣的学习历程，这会引起焦虑、浪费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住院的病人，若准需要临时看护，费用也拢真悬。卫福部即马甲病院伫咧推出智慧强便的网络平台，会当互家属依照着病人的需求，伫线顶请看护，而且会当请算点钟的。平台业者表示讲，目前平台有250多位的照顾服务员，而且因全部拢是有牌的。厝内若有人住院要请看护，实在真恶找。卫福部即马找邦桥阿东病院甲网络平台业者共同推出照护员线顶的媒合服务。那你可以选择开始日期，做到确认的部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哪一些的方案。这套 App 系统上大的用途，就是让临时欠照护员的民众，会当连面找到适合家己的照顾模式，是用点钟来算，唔免一摆就请几工。简单来讲，一工24小时，2400块。民众若是需要4点钟的基本照护，就干那900块就好。网络业者嘛讲，平台目前有200多位合格的照护员，因会用大数据照民众的需求来替因紧。就我们最快曾经在派案的过程中17秒就把案件派掉，对，那就是因为我们省下了中间电话沟通的成本，那直接用系统的方式去找到最适合照服员。我们最大的目的，除了说给家属一个选择之外，同时也让医院能够在除了说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提升他的住院的照顾品质之外，也让说医院在这样的疫情情况下，他的人员的一个控制跟管理，他会知道谁来了我的医院提供照顾。针对照护员长期欠工的问题，阿东病院讲，医工暂时无法度入来，病院病人针对本土照护员的需求增加要2成。卫福部是表示，伫全台目前有3间病院咧合作试办，会阁看成效，豆豆扩大。记者丁雅文、陈保罗、新北市报道。伫咧台南新营的新泰国小有组一个布袋戏团，专工邀请在地伫咧做长期照护医师来做顾问，甲学生囡仔用中照基地写剧本、搬布袋戏，也拍做影片来宣传老大人的中照制度甲观念。阿公，阮转来啊啦！拢愈来愈大汉啦！阿公，我要读大学啊啦，弟弟嘛要读高中啊呢。囡仔兄囡仔姐伫咧戏台顶人布袋戏红啊，用幼气的声音演出做顺仔的故事。这是台南新营的新泰国小拄成立的布袋戏团，因要利用布袋戏拍做影片来探讨老大人长期照护的议题，会当互大家都愈简单。真清楚什么叫长照，啊无特别啊，计长照吼，大家毋是讲了长照照吼，知影讲长照政府到底有做啥，啊好要哪照顾。负责指导这囡仔做戏的，是在地真出名，利用布袋戏来结合长期照护甲治疗的蔡瑞班医师。进前伊嘛捌伫柳营基美病院带侪长辈做布袋戏，哪治疗失智，哪宣传医疗知识，表现亲情啦表现讲这个布袋戏的脚步手咯，用布袋来做这个先导啦尤其来做一寡有意义的。三德同堂的一个困境，刚好有蔡医师来做机架访视，那也做一个长照方面的一个宣导。因应这个人口愈来愈老化的社会，新泰国小和学生来对蔡瑞班医师学布袋戏，会当传承台湾的传统戏剧，增加囡仔甲时代的交流，嘛会当达成宣传长照制度甲观念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的特色就是寒天时有落山风，这款特色也变作是艺术创作主题。2年一摆落山风艺术季伫车城海口港的展览，海口甲海墘有34组的装置艺术，咱也做伙来去看卖。一只大肥乌行伫咧海沙坡，看起来淡薄仔笑亏，淡薄仔趣味。边仔阁有规阵的肥乌，海风来，身躯就运转。艺术家的想象甲创意，阁有这个灵感来自沙轮的特变艺术。用一个自然的雕塑的一个形式，然后去回顾以前这种小撒哈拉的这种风景。所以你可以看到雕塑它都是流线的，有点像风一样，或者像海浪一样的坐落在这片沙滩上面。这就是寒天的落山风，风真透。不过艺术家将落山风甲在地人文风景结合，创作出34组的作品，
伫个风中摇来摇去的山野树，徛伫个爆花的炸弹花。即摆的落山风艺术季，要互游客来遮见风旅行。遮就是有着风，啊，人就拢会避喺厝内底。啊，阮想讲，若是即个时阵吼，逐个观光客来遮，像咱会去迄个像咱的小狗影有无？啊，咱若是拄着落山风的时阵，咱来愿意来遮扇风，敢若嘛是一种新的流行，会当来遮佚佗安尼，啊，会当看艺术品。今年的艺术季，阁有海口便当通食，便当内底拢是在地食材。对，这边的洋葱，然后呢，我们里面放了屏东这里在地的红人咸鸭蛋。那它变成是一个咸鸭蛋的一个蒸肉丸。葱头、咸卵、鱼肉酥、甲荷来菇，拢是在地出产的。透过餐厅的主食师傅，指导社区发展特色产业。因为准年真侪游客来艺术季翕相打卡了后，人就回去。即摆特别结合社区产业，希望会当甲更较侪游客留落来。记者陈家君来为做屏东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的时间，咱再会。Thank you.